苗栗三义乡双潭村这处休闲农场，现在是不少家庭假日露营的好去处。搭着帐篷，3、5好友闲话家常，还能在溪边享受钓鱼乐趣。野生的芭乐树更成为孩子们最棒的游乐园。用力拔下，跟市场上卖的芭乐不一样。太棒了，这叫芭乐。芭乐，你会讲芭乐？芭乐。因为它专门生长在客家庄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取那个意涵呐，就叫客家树芭乐这样子。观察生态，亲近山林，游客还能在客家传统谷仓体验客家生活。除了户外活动，室内的脸谱文化生活馆也很热闹。一个一个的脸谱是老板一家人花了1年的时间和孩子共同创作出来的。后来数量太多，干脆开了这间木雕创作馆。我要一个调色盘，帮我一下好不好？有我讲好吧，同爱天数一下，同爱天数一下，天数一下。第二可以带一个自己所做的东西回去当纪念，他们的感觉都是很想说还要再回来这样。客家风也带进了木雕作品里，油桐花的木板明信片，传统蓝山的服饰吊挂。游客们拿起画笔，用广告颜料在木头上尽情挥洒，做成独一无二、专属于自己的小物。所以这个是画史努比的蓝山，对，然后就画一点点蓝色在里面，客家人的衣着的代表，对，然后想说画一个回家挂着。有别于其他博物馆只能参观，这间脸谱木雕创作馆让大人小孩自己 DIY， 更能加深对客家文化的印象。上课喽！同爱天数一下，同爱天数一下，同爱天数一下。